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30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今仔增加55例本土病例，有5个人死亡，连续6天拢无超过100例，但是中共已经有转好趋势。新北市沙丁堡的汤城广场有一间公司发生烧毁事件，已经有5个人胃着病，嘛靠70个人居家隔离。台美立法会议早起是先开会，美国白宫的发言人嘛讲，外界无应该有台湾用半导体来换疫苗这款的想法。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55例本土病例，有5个人死亡哦。目前已经连续6天哦，拢无超过100例。指挥官陈时中嘛讲，已经是有转好的趋势。另外，咱买的莫德纳疫苗，其中有41万筒，下晡4点40分会送到桃园机场。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那今天的本土的病例总共有55例那里面包含了在居隔里面被检验出来的27例。那境外移入1例，死亡个案5例。那整体疫情发展的一个趋势来看，那都是在往下。今天下午大概是4点40分4点40分那莫德纳的疫苗41万剂在今天下午4点40分会到。那我们总共有6个措施，那前面5个措施是针对在平常时期要做的，包括人员健康，还有人流的管制。还有一些最基本的手部的卫生到个人防护装备跟清洁消毒等。6大措施是指针对只要有里面的员工、承销人或者是作业人员确诊之后，那我们有3个更重要的精进的管理。如果某一个摊商确诊之后，它的前后左右的相邻的摊商都是要被列为匡列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针对风险区域的部分里面，我们就会要求来暂停营业。那基本上至少要3天。第3个最重要就是，如果有确诊案例发生以后，如果有1例，我们就会要求整个人数要降载75%。那如果有群聚的话，那最大的容留数就会降到剩50%。来看新北市沙丁堡的汤城广场，有一间公司发生烧毁事件，已经有5个人胃着病，嘛靠70个人居家隔离。另外，邦吉远东百货公司伫昨暗6点向着先关门做消毒。卫生局嘛证实讲，是有一个徛柜员工，因为因大家伫宽南市场工作去胃着病，后来这个员工做体检嘛确诊。到暗时6点，邦桥的大湾北百货公司向宣布要提早休困，专管大消毒。卫生局证实，伫4楼做工课的专柜小姐，因大家染病了后，伊体检是呈现阳性。因因大家是伫宽南市场做工课，而且确诊。到至到为止，新北市甲宽南市场相关的案例已经累计有52例。他的感染源非常的清楚，他是从环南市场感染而来，是他们家族感染过来的。目前跟他有所接触的职场的同仁，目前快筛都是阴性。沙丁堡的汤城广场出现群组感染，卫生局证实，汤城某一间公司伫2月有1个员工确诊，2日安排同一个部门的员工做体检，小连续有3个员工甲1个员工确诊，目前总计有5个人确诊。28公司各甲200多个员工做体检，虽然全部拢是阴性，不过卫生局也是鼓励同一个部门70个人做居家隔离，阻挡疫情扩开。因若正做疫情重灾区的新北市，每一天新增加确诊的人数虽然有较降低，不过病例数也是全国上济。新北市长侯友宜嘛，搁一届话讲，除了爱甲防疫做好7月至8月会较有风台，嘛爱做好灾害预防。在防疫得到控制底下，也要拼市政，我们更要守好整个灾害的预防，希望能够防疫做好，灾害预防做到位。新北市第4批注疫苗开放予72岁以上的老大人来注，30开放注文。透早就出现济要注文的人阵，提醒市民爱伫3天内完成注文，按算7月初2会开始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今仔早起8点开始开放72岁以上老大人注文注莫德纳疫苗，短短2点钟有5万多人注文。一批莫德纳疫苗，台北市是配着87000筒，拢总有258间病院会使注。台北市75岁以上的老大人，佮还未注疫苗的人数，佮有10万个人哦。有人是对 AZ 疫苗无信心，也毋过专家是强调讲，这2款疫苗的不良反应其实差无偌济。
开放72岁以上的老大人注文注莫德纳疫苗的头一天，早起8点，台北市的网络系统一开放，大家个咧上机抢。9点半个已经有袂少病院已经满额，找到个会当预约的病院也是诊所，个点率咧看。会当住的头一天7月初2，每一个时段拢满啊，但是嘛毋免着急，看7月初3，还是搁到后面的1、2天就有名额。那我们所提供的剂量总共有87136。那很快的，从8点开始预约，到10点钟统计，已经预约取号成功的有50568，已经超过了一半以上。头一批莫德纳疫苗开放注文，台北市分配着87000剂，有250个所在会当注疫苗，但75岁以上的老大人也未注的，阁有10万人，其中有袂少人对 AZ 疫苗无信心，总算互因等着莫德纳疫苗。不过医生李炳勇强调，这两种疫苗的不良反应拢差不多。一般比较轻微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是差不多。它那个2种疫苗对老人家的一个保护效果都会比年轻人稍微低一点。至于那个 AZ 疫苗比较特有的血栓问题，跟那个莫德纳疫苗比较特有的心肌炎的问题，那个都是发生在比较年轻的族群。台北市府嘛提醒，因为注文系统的问题，每一个人该当注文一届，之前捌注文过，但是后来无出现注疫苗的老大人，这届是无法度注文，但是嘛毋免紧张，只要是疫苗到，大家人拢注会到。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再来看第11届台美贸易投资协定体法会议，今仔早起时程开会，讨论真侪重要的台美经贸议题。外界关心讲美国敢是以疫苗来换咱台湾的半导体。美国白宫的发言人是强调讲，无应该有这款的想法。发言人嘛指出讲，咱台湾的取得疫苗确实有受到阻碍。经过5年的台美贸易投资架构协定体法会议，30早起透过时程召开。台湾这边由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担任主谈人，驻美代表肖美琴嘛有参加。美国这边是由美国贸易代表处助理贸易代表麦卡廷带领各单位来讨论，有讲到多项重要的经贸议题。我们有一项重要的议程，就是简化疫苗等医疗的物资的进出口程序。这些实质合作对我们现阶段的疫情控制将会带来重要的助力。30下晡，咱国家己买41万剂莫德纳疫苗就会送到台湾。总统蔡英文29表示，体法会谈会简化疫苗等等的医疗物资进出口的程序，因为美国敢会以疫苗交换台湾半导体来做条件。白宫发言人沙奇是大力配合，嘛表示有注意到台湾要摕到疫苗的管道有受到阻碍。Is in some way a quid pro quo to get access to semiconductors from Taiwan? There should not be that suggestion. I will note that they were being cut off from access to vaccines, so that was a factor. 沙奇前一天则表示，美台贸易投资关系是真重要，美国会持续强化甲台湾的经贸关系。嘛强调讲，无论是公开的场合，也是私底下，美国已经清楚表达关心中国对台湾侵略的代志。美国众议院外委会30卖审议抗中法案，希望会当增加美台的关系，强化对台湾的承诺。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帮观众朋友来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为着病民众的情形哦。今仔是增加55个本土病例，有一个境外病例，有5个人死亡哦。目前咱台北市是有22例哦，新北市是有23例，嘛是上侪。桃园有5例，高雄、苗栗拢是2例，屏东有1例哦。咱台湾目前的总病例数嘛已经超过14800例啊。目前哦，已经受核登号，也毋过请观众朋友防疫嘛毋通放冷哦，着爱继续食洗手、挂喙暗哦。咱再来看屏东邦山出现第二塔印度变种病毒的烧话，停止商业活动4天哦，全面来做体检、注疫苗。香港甲成渝这2个村今仔是解封咯。邦寮之前为着病郭子农，昨嘛确定讲是为着第二塔印度的变种病毒，也毋过目前的感染源是搁调查，因为伊捌甲邦山的确诊者同一天伫邦寮病院看医生哦，并讲县政府嘛伫邦寮来设前进指挥所扩大体检。困几工？人客对头家行入去柑仔店，邦山乡红港甲成渝2村为着防止Delta病毒，停止商业活动4天，并全面体检注疫苗。30号透早解封了后，街路也是冷冷清清，出门的居民拢是物件买了就赶紧返去厝。这几天就
有时候我们就很饿啊，都没有地方可以买的，没办法啊。邦山出现Delta病毒群聚案，较北边的邦寮乡较近的农民29号公布嘛是感染到Delta病毒，而且太太嘛确诊。屏东县政府30号伫邦寮国小体检站成立前进指挥所，扩大体检，估计透早会当体检500个人。枋寮乡目前已经有开设3个筛检站，那当然我们希望民众呢是就近到住家附近的筛检站筛检，那也不要说呼朋引伴，避免群聚。目前体检对象以枋寮、春日的乡民，还有14号了后捌去枋寮病院看过医生的民众甲家属为主。体检站一透早就有真侪烦恼的民众来排队。伊拢就去隔离啊。就知伊啊。烦恼较来遮严啊，因为迄天有载朋友回诊。捌有5个邦山确诊者去看过医生的枋寮病院，防怀可能就是枋寮农民互传染的所在。全院考537个人 ，PCR 全部是阴性，目前已经停诊3天清消当中。县府嘛继续厘清枋寮农民的感染源。记者陈环武、面交县屏东报道。高雄市凤山一栋大楼有一个胃着病民众，高雄市卫生局认为讲有烧坏风险，昨下晡需要求规栋大楼60户150外人拢爱做 PCR 的检验，加载全部拢是阴性。目前大楼民众嘛已经先带到防疫旅馆隔离，附近嘛已经消毒好势了。高雄市在昨天上午有接获实验室有通知检出一名阳性反应的个案之后，也确认这一例个案可能跟仁武家庭群聚事件相关，所以基于流行病学的关联性综合研判，这个大楼可能存在共同接触传染的风险。总共在当场我们采集PCR 检体181个，然后快筛周边社区的这些民众245个，在当天晚上12点左右就确认所有的检验结果都是阴性。昨下晡1点左右，高雄市卫生局甲大楼所有的住户拢找倒来做 PCR 检验，结果拢是阴性的，危机目前是暂时解除了。再来看台中市昨户民众上网络主文注村的疫苗，有300万人次上网络，嘛造成网络塞车哦。最后是有2万个人有注文成功，今仔嘛开始注射咯。也毋过因为每一个注疫苗的站哦，村的疫苗的量是无介一定哦，要注到有村的疫苗，就爱去看运气。台中市府30号搁再开放75岁到76岁长辈，还有原住民65岁以上的长辈来注村的8000剂的 AZ 疫苗。这届总共开设41位的快打站开放来接种，同时嘛开放成功预约残疾的民众来注。不过可能受到 Delta 变种病毒影响，这届长辈来注疫苗的状况相当的好，真侪注射站拢无残疾。少数会使顺利注到残疾的民众，拢讲真好运。那如果有残疾的话，会一一通知嘛。但是依照今天民众那么踊跃出席来打这个药剂的这个状况哈，今天不太可能会再产生残疾的，因为目前的民众已经超过我们准备的药剂量了。对，这只是很开心、很幸运的。根据台中市府的统计，这届总共有19935个人成功预约残疾。其中上侪人预约的是南屯区惠文国小的快打站，有1336个人。但是每一站上尾一罐 AZ 疫苗，满6个人才会使开。残疾上侪会使互4个人注，但毋是预约成功就一定注得到疫苗。因为顺利注到残疾的民众，第2期要安怎接种，台中市府会以中央的规定来办理。建议除了要特别注意接种间隔的时间以外，市政府后续将依中央最新的规定来办理。台中市府表示，这届残疾敢若有开放预约1天，未来会随后续疫苗配发的数量，以每梯厝住的天数来开放。疫苗注几天，残疾就会开放预约几天。后一届定在7月3号起会开放新的一波疫苗接种，7月2号会搁再开放预约。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再来看行政院纾困国小以下囡仔跟身心障碍的学生哦，一个人会使领1万块。目前嘛已经有超过200万人，大约90%人拢领到了。教育部今仔宣布讲，7月15开始去邮局嘛会使领，9月30号是最后的期限。2087614人，请领的比率已达91.87%。为了要减轻防疫期间父母或者是监护人需要伫咧厝内照顾囡仔所造成的经济负担，教育部提供
孩童家庭防疫补贴。自15推出网站开始，到30已经有超过200万人领到补贴，请领比率超过90%。那我们资料库里面大概有2272487人哦，那已经是2087614人。健保卡为主轴加身份证为主轴，还没有提取的没有超过18万人。考虑到抑个父母或者是监护人以外的实际照顾者，抑个无方便使用网络或者是 ATM 领的民众，所以教育部宣布，第2阶段的申请自7月15开始，会加入邮局的柜台办理，和网络 ATM 邮局3种管道会当做伙。而且为了要解决有一寡囡仔无健保卡的情形，会搁再建议以囡仔的身份证号码做基础的教育课使用。就是我们的户口名簿正本，或者是孩童的身份证、提取人的身份证或居留证的正本。没有健保卡，可是呢，我身边也没有户口名簿正本，我也没有孩童的身份证，您就要先寄送申领人的这些资料，让国教署帮您来做一些检核。除了囡仔防疫津贴补助，劳动部为了减班休困的劳工，调整安心就业计划加充电再出发的训练计划。安心就业计划的薪资补贴调整成做3个定价的补贴。因若充电再出发，本来补贴是一个月上悬120点钟，19200块。然而考虑到疫情的影响，自7月开始调悬，和劳工每个月上悬会当领到23040块。希望会当协助劳工小可消透和疫情影响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虽然劳工纾困贷款的名额对50万人增加到117万人哦，也毋过嘛是有民众无通过申请。有22间寿险公司是决定讲，对7月初1开始，要来比较劳工纾困贷款办理经济落实保护，会使用保单来借钱，利息是1.28%哦，是比劳工纾困的利息更愈低。疫情冲击各大行业，虽然中央放令劳工纾困贷款名额加到117万人，不过依然有真侪人无符合资格，或者是看得到领无。22间寿险公司共同决定，为7月初1开始，参考劳工纾困贷款的做法，开办经济弱势保护保单借款利率优惠方案。适用利率是年利率1.28%，比较劳工纾困贷款的1.845%较低，申请额度上悬10万块。在那个菜市场在卖那个熟食的客源也是减少，就是条件方面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些放宽这样子？透过业务员理解客户是不是现在遇到经济困难，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外界关心什么款的人用申请保单纾困呢？包含申请中介者、低收入户或者是中低收入户，符合政府个人纾困补助条件的人，受疫情影响和经济困难的人，只要是符合5大条件之一，就应申请。保险业者表示，一定会放令有春秋来认定。医疗险或者是说伤害险，一个比较属于纯保障型的商品，所以它本身是没有提供保单借款的这样子的一个权利。不论他们是单薪或者是双薪家庭，很多家庭他们手上其实只有握有基本的医疗险，那这样子就反而说，不符合说保单纾困要有的储蓄型保价金的部分。目前保单借款纾困申办到9月，不过由保险公司开放到年底。业者分析，即马需要帮助的对象亲像小资家庭、中产阶级。不过保单借款纾困的前提是保单要有价值准备金，也就是讲，伤害险、旅行平安险、住院医疗险等，拢无法度办理保单的借钱。记者综合报道。管道今仔又个宣布讲，对7月初4饭点开始，旅客入境唔免隔离，也毋过条件是必须要有72点钟内底 PCR 阴性的证明哦。办公会使请旅客去管道注疫苗，进行管道的经济。测试之后，他们的疾管局的人来愿意帮我注射。符合住的条件，医护人员马上为旅客做疫苗，过流程差不多40分钟。
旅客参加关岛的观光疫苗专案，为到关岛机场，就直接送到饭店隔离。到的时阵，饭店会问因要注倒一种疫苗，而且协助注文注的时间一到，医护人员就到房间外口阴性就会注疫苗。现在所了解的 PCR 检测可能会从3次减低成1次，因为开放的措施有一些部分的内容可能不需要哦，要说它一定会调降哦，那调降的幅度可能会 maybe 会高达50%左右啊。旅游业者表示，原本的专案关岛的相关行政费用可能会阁降落来，因为关岛疫苗注册率已经到75%。总督30阁宣布上新的旅客入境措施，强调旅客入境有阴性证明就免隔离，对旅游业者来讲是大利多。I have signed Executive Order 2021-15. And it says that effective July 4th at 12:01 a.m., all passengers entering Guam with a negative PCR test 72 hours prior to arrival are exempt from quarantine. 业者表示，亲像进前推出的5天4夜行程用要卖完，28开始做本的22天当天组团，主要有人客想要注2剂疫苗，因为根据关岛的规定，2剂疫苗要隔18天。目前整体做本的情形拢袂歹。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洛西亚疫情嘅滚价民调显示讲，有超过60%的民众对因家己国产疫苗并无信心哦，所以洛西亚政府强制服务业一定爱注疫苗，无得爱关门。另外，印度政府嘛批准莫德纳疫苗的紧急使用咯，这做是印度国内第4种的疫苗。另外，伫古巴哦，国产疫苗的试验对象嘛已经扩大到3岁到11岁的囡仔。 俄罗斯的疫情真严重，受到德尔塔变种病毒母的威胁，单日确诊的人数已经突破2万例，死亡的人数嘛刷咧一直冲悬。因为国内接种的意愿真低，莫斯科当局来杀出强硬手段，要求国内做餐饮旅宿甲交通运输的人，上介少爱伫7月15进前完成注第1剂，也若无就会失业。也若遐已经完全注的民众，嘛已经批准讲会当注第3剂。 Эпидем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будет разрешено проводить вакцинацию после 6 месяцев после перенесенного заболевания и после 6 месяцев после предыдущей вакцинации первичной. 就算讲俄国嘅政府已经有开放疫苗来追加注射，来增加保护力。不过俄国独立民调机构讲，国内有62%嘅民众，因无想要来注这个国产的斯普尼克嘅疫苗，主要是因为对政府无信任。一直到今仔为止，俄罗斯敢若有11%嘅人来接种2剂疫苗，这含进前总统普丁定的，要伫秋天进前，互6成人口拢有注预防射，还佫让一大帮咧。So new drug permission has been granted to Moderna. 印度政府伫29紧急来核准使用这个莫德纳来加速国内疫苗的接种，这嘛正做目前印度国内第4期得到政府核准的疫苗。也若美国药厂莫德纳伫一项实验室的研究讲，这款疫苗有可能来压制变种病毒的抗体，也若安尼，就有会当来缓解印度的疫情。也若古巴国产疫苗主权2号初步数据显示讲，受测者伫第3剂完成注2剂了后，会当产生62%的保护力。古巴政府即马嘛甲这个疫苗的临床试验对象分开到囡仔甲囡仔群，目前已经有25个3岁至11岁的儿童完成注第1剂。公司新闻黄碧文编译。来看，真久以前哦，有一个迄当时才10岁的查囡仔，伊想要去美国职棒大联盟纽约洋基队捡球做球童，也毋过迄阵啊是互洋基队以是女性来拒绝。这查囡仔的梦想哦，等下真做阿嬷才实现。伫6月28，今年已经70岁的葛文，是到用洋基的球场做开球的贵宾，场面是真感动人哦。来到洋基的球场，戈德曼葛文女士真欢喜，尤其是行入去换赛的所在，唔敢相信家己目睭看到啥。Oh my gosh! Look at this!
伫咧图瓦顶有伊的名，也个杨基队专属的条纹衫。入去球场了，高文老师一日7万赛，今年70岁，下岗退休，伊经历过成功对抗感情的岁月，无想到讲伊10岁想要做球童的梦想，会当伫咧60年了实现，也互一个查某囡仔等到变做阿嬷。I actually got to be out in the dugout too. I threw out a ball. I met the players. It goes on and on. They had set up a day for me that is something I never would have expected. 伫迄天，成为洋务球童的球员担任开球的来宾，并且伫咧洋基对天水第3局被介绍出场，荧幕顶头秀出2张批，讲述背后的故事。当时10岁球员写背后，杨基的总经理哈密写着回馈内容是讲，相信身为查某囡仔的球员，会当甲查某囡仔同款做好球童的工作。不过，伫咧以男性主导的比赛，可能会互伫咧休训室内面感觉真解救。这张高质的批一直拢挂伫咧球员引导客厅的壁顶，伊查某囝甲这张批寄予现任的总经理凯许曼，得到完全无同的回应。It is not too late to reward and recognize the ambition you showed in writing that letter to us as a 10-year-old girl. Some dreams take longer than they should. 洋基集团伫这礼拜开始希望周活动，球员就是其中一位愿望的主角。球员讲，伫10岁时阵写迄张批是为着要追求希望，伊试过也等待过，怎么证明一切拢是有价值的？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目前山野等个大出了，今年的产量是比去年加要1成到2成，也毋过因为疫情，农民是真烦恼讲继续会崩盘。农委会嘛呼吁民众用听识台湾往来的心哦，做伙到底来买山野。看过去，贩卖人数比消费者较侪，原本交易真热的玉井千果市场，受疫情影响，买气变差。今年6、7月山野大出，产量也比去年增加接近2成。量济，阁无啥物人买，贩啊真无奈。价格就是很便宜啊，很低啊，很低廉呐。对啊，就是跟以往没办法比，都是大概都对半了啦。山野水果销量也有待冲刺，台南市政府决定至少先买1成做加工，阁继续扩大外销。其实今年1到6月底，外销韩国成长2成，日本阁较增加6成外，只是整体外销量也是半。大概减少了18%，主要是因为中国大陆市场的这个减少所致，主要是因为消费力的减少。虽然中国对山野并无像3月时阵用台湾往来数字禁令，也毋过地方农会表示，今年倒是完全无订单，也毋知影原因。对此，农委会表示会比较往来全力互搬山野。这样17万公吨。我们在凤梨是40几万公吨，我们就把它处理过了。我想这么好的这个品质跟那个，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这种滞销。农委会爱农民提出食往来精神，刷落来食山野。地方农会烦恼，销中国的数量大约占3、4成，加上国内也因为疫情买的人无济，来外打击，互农民伫山野丰收的热天，不免阁有惊继续崩盘的乌影。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东落叶最近大出的往来哦，嘛因为疫情销袂出去，坑甲特别烂去咯。农民今仔嘛出面讲，拜托农委会来斗3工。农民甲用过摕来保护往来的套仔，改用乌色的网仔来代替，希望加速往来当采收的速度。不过一车一车的往来送去落叶乡龙田村的这个集会场，因为北高2市的果菜拍卖市场，货要甜一甜，所以集会场内底要有2万斤的往来无送出去。农保商讲，即卖往来差不多拢无拍卖的价效，所以送入来的往来，检的标准就搁较严格。现在含水量较悬的往来，一车差不多有1半会互拍落来。你没有价格可言，你来一台要打掉半台。农民讲拍落来往来，屏东县还有法度争取到往来消费的补助，不过台东县煞无。即卖看到已经种20个月的往来，大厝煞送袂出去，还有拍落来销无路的，目屎是强要顶落来。就是看到钱了，结果没办法拿到。可是政府也没办法帮我们啦。屏东他们如果农民有什么问题农委会很快就去帮忙还有南部，我们台东县好像政府都不关心我们。不过县府讲台东县的往来卖了袂歹，还阁会外销去日本，可能是部分的农民无做客约的工作，销路受到阻碍，会当请当地农会斗3工。有极小部分的小农有造成，因为平常没有跟行口去做，那行口在这个时间点也没有再另外特别收货，所以造成有一点困难。
来当种往来有300多公顷，鹿野是主要的产地。伫咧鹿野种往来的农民讲，就算有客户经租的所在，特别是甲大卖场合作的，共款嘛拢卖袂出去。呼吁政府就要实际来现场，看产地农民真正拄到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逐当的5月份到7月份是婚姻高坑日滴笋的产季。正常来讲哦，只要有雨水、天气热热，滴笋拢会发甲真好。也毋过今年因为之前欠水，农民只通靠水井来压土，所以今年日滴笋的产量减少大约3成。规拢3块啊，伤大嘛唔发啦。只要水有够，稻草较无少，发的滴笋就会白色色。不过今年欠水可看，原本应该压淡的发笋堆，即马是连一点甘水都无。婚姻高坑的滴笋歹收成，尤其是乌卡粒啊是愈凄惨，并往年的产量减了有3成。雨又春你就想春天开始没有雨水的话怎么办？产量大概减少多少？减少1/3有。没有水源的，没有地方，没有水井的更惨。4、5、6这是咱的算法，但是今年这个同期这个产量真明显降低超了3成。主要原因就是讲，这个咱今年确实抗旱啊，较真欠水。欠水严重，连产期受伤的麻滴笋和绿滴笋全部拢欠收。比较起来，高溪乡的乌卡粒啊，因为产销漂头到悲观，电脑计数稳定，无称关价，也无排斥。目前笋农只通靠井水网压，望讲滴笋会当紧发，加减拼一寡产量。除了乌卡粒以外，这个讲麻滴啊，这个绿滴啊，目前拢还无产量。所以这个咱乌卡粒的价格，目前虽然无真好计数，但是咱办理因为产销比例，所以价格还算平稳。抗旱是今年笋农的共同目标，不过上主要是希望气候会当赶紧回稳，农民的日子才会较好过，民众才有机会佮食到好品质的笋啊。记者综合报道。之前台中丰原一个7岁查甫囡仔，互溜达教练甲先摆写甲重伤脑死，断医70多天，暂后宣告不治。我只希望说司法可以还伟伟一个公道。不要让我一个可爱的小孩子就这样子没有了。我只是希望司法可以还伟伟公道就好了。那个教练有跟你们接触过吗？没有。从事情发生到现在有？没有，都没有跟我们接触过。经过2个月抢救，这查甫囡仔前几天开始状况就无改好，昨暗心脏已经无力，家属嘛放弃抢救，放手予伊离开。这个细号的教练嘛已经予伊伤害罪起诉，伫6月7日10万块交保。听讲教练听到这查甫囡仔过身的消息，表示讲伊真艰苦，嘛讲伊会好好面对司法的判决。也毋过家属是质疑讲，这教练一直拢无来向家属回失礼哦。也毋过家属是对社会大众的关心是真感谢。再来看无党籍北港镇的镇长肖永义，涉嫌甲清洁队员的客哦用钱买卖，收乌钱750万，互来人真做是在野的清洁队员。婚姻地方法院暂时判肖永义10年2个月，嘛无收这750万，也毋过会使去上诉。婚姻关北港镇的镇长肖永义，为着要行选举的期间所欠的税，涉嫌透过白手套买卖清洁队员的课，收120万到150万的乌西钱，佮分配协定大家人做清洁队员，以计共收乌西钱750万。6月29，婚姻地方法院作出判决。考量其犯后坦诚犯行，但其罔顾选民所托、收受贿赂的不法行为，犯罪情节严重。所以最后决定判处应执行有期徒刑10年2月。当然尊重于司法对啊，嘛是要上诉啊。嘛是会上诉。所以我快点报告文了，甲律师讨论了才拍算啊。肖永义指出，伊尊重司法，但是收到判决书了后，伊和律师讨论，搁再提出上诉。因那婚姻官府表示，随后收到法院的判决文，会搁派人代理镇长。政府将在收到法院的判决书之后呢，我们会依地方制度法第78条第1项第1款的规定，解除其镇长的职务，并依法派员代理。
无当少58岁小婴儿，对2005年到2018年参选过4届的北港镇的镇长，其中2005年是无选调，2009年有当选，但是2014年连任失败。一直到2018年又搁当选北港镇的镇长，不过这届因为收乌西钱750万，互判刑10年2个月，专案会当搁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全国3级警戒会到7月12日，今仔台南市议会有议员就呼吁讲，议会应该利用时限正常开会。台南市长黄伟哲是强调讲，伊尊重议员的想法，也毋过嘛表示讲，因为目前防疫工作是真无用，后个月12以后再来讨论议会敢要恢复开会的代志。疫情持续咧滚价，不过所有3个民进党籍的台南市议员公开呼吁台南市议会，都要赶紧线顶开会。但下个年度的会期，其中最重要的是因为需要预算的审查。那预算的审查，我们也蛮担心会不会像是去年度在预算审查在法定的期间内没办法审完预算的情形。但是另外除了防疫以外，其实还有一些民生的议题，可能需要大家共同讨论、共同去进行，来解决一些民生或经济上的一个影响。其实台南市议会早就做好线顶开议的准备，透过线顶会议的软体，上济会当有300个人做伙开会，就连对外公开放送嘛无问题。不过要议会线顶开会，一来是无法院的意见，二来是市府当地的无用防疫，恐惊是无时间，连在野党的议员嘛反对。那政府官员怎么办呢？我感觉防疫比较重要，家己当家不要闹事，前些时阵个开会不适当，无法律根据绝对袂使。针对这点，台南市长黄伟哲强调讲，尊重所有议员的想法。不过最近台南才发生8件本土确诊的群聚事件，目前防疫甲疫调的工作拢是第一要紧，所以也是希望会当暂缓开会。议员先进能够让这个防疫工作做到一个完善，那我们在议会再持续开，我相信这是对市民朋友，也是对整个防疫工作都是正面加分的工作。议员提台北市议会甲立法院的例，强调防疫嘛无应该耽误着开议。不过为中央到地方，公部门即马拢咧无用防疫，也是希望议会会当后个月12了后再来讨论开会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之前一个台北市联合病院有新的护理师为着病毒，过天冇使用呼吸器来治疗。迄当时病院决定讲要先破腹，甲伊腹肚内底30个礼拜大的查某阿姨仔先生出来。过程是真顺利平安哦。台病院早起嘛为因来办记者会，提醒有新的护理人赶紧去注疫苗，减少为着病风险。护理人员送红仔甲婴仔用品，庆祝这个原底染病王小姐顺利生产，而且解除隔离出院。这个40岁才生头一晚的负责人，是台北市联合病院阳明院区急诊的护理师，因为接触到确诊的患者了后去画着，迄当阵伊有新30礼拜，经过医疗团队的评估了后，紧急破腹生囝。这个查某婴仔出世的时阵有1750公克，加在婴仔伫出世的时阵 PCR 采检是阴性，而且无因为因妈妈去喂到新冠病毒。因为我染疫之后，在家里面所有的家人都被狂烈，也都被隔离了，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带了东西就上了救护车就转到台大了。那时候心里面真的是觉得有一定的压力，是不是能够妈妈再撑下去？不行的时候，就是她的这个氧气需求量，如果需要再增加的话，大概就要选择终止怀孕了。台医疗团队表示，有新的人若是去喂到新冠肺炎，症状会比一般人更较严重，而且佫要兼顾有新的人甲胎儿的健康，所以敢若会当用类固醇等等的药物来治疗，确保胎儿的细胞跟脑袂受到影响。而且为着互早产的囡仔会当增加抵抗力甲营养，妈妈生产了后是真拍拼伫个接无灵，交互护理人员甲婴仔来饲灵。产妇的那个母奶，我们其实也做过 PCR， 是没有病毒的。所以事实上不用消毒也是可以哈。院方表示，母婴提去做 PCR 检测是阴性，互妈妈会当更较安心来饲母婴。母婴内底的新冠肺炎抗体，嘛会当提供互早产的红婴仔。医师提醒，有新的负责人应该量早注疫苗，来降低感染了后重症、死亡，抑佫有早产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今仔有妇女团体呼吁政府应该针对帮人做月来月嫂居家的清洁工哦，甲因纳入第7类做疫苗的对象。妇女团体是讲哦，这种居家的清洁工有诶一礼拜爱去来家庭来摒厝内，其实风险是真悬。无论是办公大楼的清洁业者，也是教师服务的摒扫人员，有真侪人拢是第2摆就业的女性劳工。工会讲，疫情爆发了后，袂少雇主烦恼讲，因会来请做防疫的破空，所以佮暂停来甲请。地主家的单亲妈妈低收入户，也是讲新住民妇女来失去收入。目前呢，我有11个老板，也就是说，我在服务的同时，我们会进入11个家庭。使用者呢，很怕防疫破口，好，因此呢，就将我们的工作直接都暂停。带小型长照机构的住民甲照护者已经是第5类疫苗施打的对象。湘北市嘛，甲带囡仔甲纳入去优先的顺序。妇女团体和工会讲，居家清洁做月来，也佫入去家庭来照护这人员，因伫个无共家庭安尼软来软去，万不利若是即个雇主有去画着，安尼家己嘛有可能会去画着，安尼就会把即个病毒喂到无共的家庭。我们双北地区的家事管理员，就是居家清洁服务业，现在大概有1152人，他们服务总共7462个家庭，每周可能要到6在7个家庭之间奔波。因为他们有人也在居家的上班、居家上课，然后现在又直接进入暑假，所以他们一家人都在家里，所以我们进进出出，他们也非常的不放心。妇团工会呼吁中央，就要赶紧把这个居家式的服务人员提早加纳入去第7类的疫苗接种的对象。行政院嘛回应讲，无表示意见，就要让指挥中心来甲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哦，一寡人嫌三顿拢有问题，花莲有一寡民众就发起关大用餐的活动哦，出钱请有困难的民众免费食饭。花莲县政府嘛呼吁讲，有想要加入的餐饮业者会使做伙来响应。自助餐店内底工作人员无用准备菜色，受疫情影响，即马大家买便当的计数拢降落来，烦恼一寡失业无收入的人要安怎呢？有民间医疗公司甲自助餐业者发起关情爱心太用餐。即摆受到影响的朋友，其实因平常时啊，拢是逐工拢足骨力，为着生活在打拼。即个的影响，因真正足需要这的物件。需要的民众可以到我们店内，直接到柜台，跟柜台的小生讲说他需要上例的便当，那我们就会提供他这个爱心餐。这感动未少人想要捐，不过因为物资唔通伤过集中，店头希望大家应注意偏向需求，捐户也呼召大家到店参加。捐助的地方呢，可以分散在花莲的各地，让偏乡的一些小朋友真正需要的人，他们可以领得到，不用就是全部都集中在市区。召集13乡镇爱心的食堂，有意愿加入的爱心商家，那请拨打03-823-0840。县府表示特别help助，因为影响午餐照顾弱势学生囡仔这部分，也要加入爱心食堂。偏乡地区尤其原住民部落失业问题更加严重，真需要爱心产品业者到店加入。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调查发现讲，因为疫情哦，家长请养囡仔，佮有工作压力拢真重。有50%以上的照顾者是表示，甲囡仔的冲突有增加。家庭辅助基金会是指出了以早医疗保护的通报，大部分拢是学校主动通报哦。也毋过，即马因为囡仔拢伫厝，基金会是真烦恼讲，受到孤独无通报案件应该袂少。全国各级学校配合延长3级警戒到7月12，有真侪家长甲囡仔长时间做伙伫咧厝内，拄到一寡教囡仔的问题。教育基金会调查2323位有18岁以下囡仔的家长，发现因为疫情，亲子斗阵的时间平均每一天增加6.9点钟。53.5%的家长表示，亲子的冲突有增加。教育基金会担心，也有一寡还未表出虐待囡仔的代志会增加。通报的主要来源呢，是有40%是来自于教育系统，也就通常是学校的老师。但今年因为3级警戒下呢，所有的这个儿少保护的工作，就令我们很担忧，在儿虐的议题上面，是不是会有更加严重，或者是被忽略呢？卫生部统计，儿少保护案件通报量，伫咧2020年疫情之下，有83108件，
比前一年增加12%，有可能今年会更加多。资深的心理师王雅涵建议，家己照顾好，才有法度照顾囡仔。除了爱家己发觉情绪的变化，建立家庭生活的常规也正重要，也唔通去影响到囡仔甲老师的线顶学习。你可以跟孩子讨论固定的作息，固定的生活作息跟建立一些仪式感哦。否则一开始不用上学很开心，久了之后就会觉得很无聊哦。那再来是我觉得可以不要过度的干涉孩子的线上课程。因为疫情停课，所以阁要休热超过3个月时间。李委王安武建议，在这段时间，若是无老师斗相共通报虐待囡仔的案件，厝边头尾就正重要。大家拢会当真做社会安全网的守护者。教育基金会也讲，家长若是拄到饲囡仔的困难，一定要主动要求外界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技术的基职教育伫台湾拢互看做是较袂晓读册囡仔行的路，也毋过其实伫国外有一手的好功夫是真使人尊敬的。咱台湾一路创造经济奇迹，其实背后嘛有真侪技术人才贡献哦。今仔暗时10点，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的节目，特别带10台做伙来了解目前伫教育顶头有一群人是安怎拍拼，要来改变大家两五的观念。伫一阵奔波声中，台湾选手伫2019年第2年一摆的国际机能竞赛当中，摕到5金5银5铜23优胜，全世界排第3的好成绩。咱台湾也自民国57年开始举办全国机能竞赛，都是要拍好技术人才的基础。咱常常听到讲运动竞赛，吼，咱较少听到技能竞赛。为什么会安尼？就是因为讲。咱对这个技能教育有比较忽略了哈。其实咱台湾的经济发展，拢是靠家技职体系的学生创新甲转型。台湾经济发展要转型，技职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要安怎互更加侪人重视？2014年伫网络成立台湾第一个专门报道技职教育的媒体平台技职3.0，选择替较无人注意的议题发声。所以，伫2018年成立 Skills for You 非营利组织，用更加侪管道替技职发展建立新观念。老师是需要被支持，所以像这种各行各业都有一些新的职业，新的经济模式，新的需求或新的技能要学，那就需要去协助老师成长啊，老师才能去教很多的学生。其实规个业界拢同款啦。所以讲，若是有较好的人才，阮都会加先保留起来。阮嘛是有一个目标，就是国车国造啦。阮嘛是相信讲，阮家己台湾人的技术啦。自细汉处理是做传统制作业的罗丁家，看到人才流失的问题，伊希望政府会使更加重视技职人才培养。乌手毋是歹名词，敢若有拍破刻板观念，和技职甲社会需求对接。其实无论伫对一个领域，大家人拢会当是技职的公营。记者罗敏淑、连新维台北台中报道。屏东潮州之前举办3大英王的展览哦，因为3级境界的暂停开放，也毋过为特别互民众嘛使来欣赏嘉南地的作品哦，主办单位嘛改用线顶的展览，佮安排直播，请专家伫线顶来小解作品。原本伫屏东潮州日式文化园区举办的3大英王展览，展出过去在地英王祭典的相片记录。现时因为疫情暂停开放，改做线顶展览的方式，提供民众踮厝内欣赏。刚好遇到我们的疫情管制哈，那3级管制这个部分就暂时先不开放。那不开放的期间，我们文管所所长就来讨论说，我们应该来发明线上的展览。可以透过线上展览来看到我们这一档很优秀的3大银王摄影展跟木船展。那这一个线上展，我们其实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做法跟一般的不太一样。那将展览作品的相片打伫网页，主办单位也会邀请摄影作者本人，也是民俗文化内行的专家做直播导览，让民众通对作品内容有更较深的了解。防疫踮厝看展览也有同款的效果。这中间我当然也会去请益过很多，包括我们造船的师傅了哈，啊，包括我们一些庙方的工作人员提供给我一些资讯。那我也趁这个摄影展的期间哈，那整合一下，可以在线上看到这个展览哈。防疫3级警戒期间，侪展览场馆无对外开放，即马有单位推出线顶展览。
甚至佫派专人直播导览，互民众防疫店厝透过网络嘛会当参与艺文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年一度的世界行动通信大会，去年因为疫情停办哦，今年受分西班牙现场甲线顶2种的发表方式。虽然苹果公司今年是无参加哦，也毋过大多数的公司嘛是甲苹果当作是竞争对手。这是韩国先送上新推出的智慧型手表，在新冠病毒疫情之下，发表会以线顶方式进行。较特别所在就是原地属于 Google Android 系统电影的先送伫新款智慧手机方面加紧甲 Google 的合作，互使用者安装应用程式，会当同时伫手机甲智慧型手表操作。Google will have new apps that will be able to run a lot more seamlessly. A lot of other third-party apps that the ecosystem needed so badly are finally compatible, right? The Samsung UI before was kind of just standing on its own, right? And they were working really hard, but they needed Google to come in as like a real ecosystem partner. 那韩国先送中国的联想集团也提出有4英寸荧幕的智慧型时钟，也毋过专家认为，要甲智慧型钟表市场独大的苹果竞争，包括排名第2的先送等其他业者，也有真大的进步空间。The way that they've combined the watch into the entire Apple ecosystem so seamlessly,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he rest of the industry is really struggling to compete with. This is a good first step from Google and Samsung, but they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虽然疫情致使航空旅游是举办，不过有外业者看好机上国路系统市场。同款来自中国的 TCL 科技集团推出会当连接电视的智慧型物件，希望会当互坐飞机的旅客有较轻松的高路体验。除了这款使用者直接接触的硬体装置，行动网络上重要的速度问题，也正做本届大会重点之一。无线通信晶片大手沟通去年底推出的骁龙888 Plus， 强调处理器的时钟频率会当为进前的2.84 GHz 提升为2.995 GHz， 这其中沟通的第6代人工智慧엔진扮演关键的角色。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咱台湾的珊瑚生态长期拢有白化威胁，最近太平岛都出现大量的魔鬼海青哦。长期研究珊瑚的中研院学者郑明修是指出讲，这海青造成99%的珊瑚死亡，嘛甲生态拢毁掉，所以呼吁讲应该赶紧甲这海青清掉。研究人员来到水深2公尺的所在，摕到叶仔甲袋仔来刻沉入海底支管海星，这是太平岛周边的海域。自然生态保育协会理事长郑明修，50年来伫遮进行海洋生态研究。伊讲，这2年无来，原本海底顶有几只支管海星，即马满拢是因软的硬珊瑚拢食，造成大面积死亡。换算海星的密度是1万平方公尺呢。达到760只，那这个就已经超过警戒值的大爆发哈，所以它是吃完就走，吃完就走，有一点像这个蝗虫过境的感觉。99%呢珊瑚呢都已经死掉。郑明修指出，正常的情形1万平方公尺大约是20到30只，即马数量是20-30倍。原本6个测站，我的石珊瑚覆盖率平均有50%，但即马平均无到1%。真歹相信呢，这么短时间造成这严重的伤害。伊认为，若无量早来移除，当地生态会万劫不复。现在我们可以讲是整个太平岛的这个生态珊瑚礁生态系是崩毁了。从全世界各地来讲，你有去移除的话呢，它可以迅速的恢复。被移除支管海星挑战真大，伊讲号做魔鬼海星，若有人摸到伊有毒的枝条，轻是整痛，严重恐惊会休克。伊伫澳洲大堡礁、日本石垣岛嘛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来改煮醋酸，互伊死亡，移除几万到几十万只。郑明修呼吁公部门赶紧来投入资源防治，若时间拖伤久，生态复原就会更较艰难。记者林志文、高家宝台北报道。今仔受到西南风影响，苗栗以南佮澎湖、金门、马祖有机会落雨，其他的所在拢是侪云好天的天气。过昼了后，东北部地区佮有其他的山区卖落雨。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區上加29度，上懸34度。中部地區上加29度，上懸32度。南部地區上加29度，上懸31度。東部地區上加30度，上懸34度。華東地區上加27度，上懸30度。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台語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下晡3點，咱再會。